那麼我今天一定要珍惜我們還有這樣的一個場景。呢次咧打飛的去重慶參加一場夏季品鑑宴 ，Follow me。從邀請函到現場空間咧，按照電影主題佈置，喺廚房慢慢行入晚宴現場，儀式感直接拉滿。點個讚，一起開飯。4張菜單，4個篇章啊，又是一場硬仗。大董老師親自開場。那麼我今天一定要珍惜我們還有這樣的一個場景，菲斯汀酒店能夠精心的給我們打造這樣的一種場景。呢個石柱芹菜又大塊又滑溜，口感特別正。魚蛋用嘅係閩東黃魚製作，紫蘇唔止炒田螺啊，炒龍蝦都一樣咁夾。呢次嘅主心骨呢，仲有個簽約儀式。大董嘅蘇不利烤鴨以後喺呢度就可以食到啦。除咗精緻嘅位上菜呢，都唔缺煙火氣。現場糖烤、荷葉檸檬焗寧夏灘羊扒、大連5味嘅和牛串，有溫度亦有味道。跟住上江湖菜、花椒爆炒雞、泡椒爆腰花。呢個時候呢，就一定要上翻碗白飯先得啦。冰涼清新燕窩荔枝冰粉呢，作為壓軸嘅甜品，仲有 special 嘅禮物就係一支葡萄酒啊。成枱人嘅相作為酒標。最後主人家總結性發言啊，就算世事變改，對有要求嘅餐飲依然要越難越愛啊！不得不提呢次下榻嘅酒店呢，喺核心地段解放碑啊，位置超好，設計呢都正啊！嚟重慶玩住呢度真係唔錯，祝大家一切順利。